就係希望各位來賓在錦田多走走、多看看，感受我們鄉土嘅淳樸風情，共享這喜慶祥和嘅美好時刻。最後，祝願各位來賓身體健康、合家幸福、萬事如意。多謝各位。多謝鄧統籌。好，跟住落嚟致勉詞，有請新界鄉議局劉業強主席 SBS MXJP 為我哋致勉詞，有請。孫浩偉副部長、馬富威專員、姚柏良議員，同埋各位主禮嘉賓、各位鄉事會嘅主席、各位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今日好高興係出席錦田鄉酬恩建醮獅王爭霸暨新界鄉議局成立100週年呢一個嘅盛大嘅活動，並擔任主禮嘉賓，能夠再次嚟到錦田。呢個獲得係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嘅全球最大嘅臨時係足球嘅祭壇嘅氣棚，同各位鄉親共話友好，欣賞舞獅嘅競技，係見證係獅王嘅誕生，實在係深感榮幸。